导词啊？我讲开花会开，开花，哎，花开开花。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长久孤灯。水长久孤灯。我说颠倒词啊。我说祖妈，你说妈祖，哎，我讲妈祖，哎，我讲祖妈，你讲妈不是。我是林宗。周嘛。祖妈跟妈祖差我的。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大家一起休，所有的歹代志全该休啊！感谢。金钟奖，哎，好啊，你耶！咱欢迎全世界好朋友吼来收看咱上界好气质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界好看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咱大家好厝边彭恰恰，真欢喜又搁到这给大家服务台语的时间咯。台语有偌水，有偌好听。来，咱现场有一个台语文专家，欢迎陈安祖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看咱节目上健康。大家好，我是安祖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就你啊，不是啦，即摆过来是讲来宾要用台语自我介绍。哎，是大家好，我是吴尊，我叫吴尊啦，吴就是迄个吴的迄个吴的吴，啊就是吴尊，唔是吴尊，吴尊就是另外一个较缘投的，我是吴尊。这是吴尊，吴尊，哦。我是吴尊。你是啊，我的平常吴尊，吴尊啊，我本名叫谢俊义，谢俊义，谢俊义。哦，谢俊义。一直伫咧省读到家，还是要读到写哈？老师。准叫家哦，贾俊义哎，家俊义。你咧甲你共款，伊嘛是安尼食的。加啊家。刚刚。爱记。啊，唔捌看你主持节目还是什么货？我最近我有主持一个节目是外景的，啊去鬼屋，哎呦。哎贵啊！我有看，我前几天有看，网络你个直播，直播，直播不直播啦，直播。就是恁去几啊厝内底，嘿，就你看这有嘿哇有新面的，我讲你个物件家己当的。全台湾做几啊节目头一个谁？你敢知？你哦，我无知。哎呦，啊，甲你讲伊几哦？哇，应该甲你请教。玫瑰之夜，对啊。规划连篇啊，哎呀，对，较早红选出来票，迄个投票，全国投票上届中立，就是无偏对一边的主持人做几啊节目，就是我本人。哎呦，上厉害。袂去讲迄边，还是袂去讲这边，还是神，还是有神就有鬼，有鬼就有神嘛，对吧？你相信无？我是相信啦。有看过鬼无？有看过一摆，因为进前我伫咧录影的时阵，我去的时阵我就看到一个穿蓝色拿色的一个查某，伊就为厝内面安尼行出去。我想讲无可能，咱制作单位人无查某啊。然后呢，各有工作人员嘛看到，结果呢，过差不多3个月了，有一个老师甲我讲，他说，你后壁对一个查某咧。还是对我。哇！你莫甲我客气啊！后壁对一个查某，我讲是生什么款，伊讲是足水，但是伊是穿蓝色的衫，啊，对你差不多有3个月，伊就安尼，他说你最近有去倒位无？我讲我有去倒位，他说哦，应该是迄边对你等住。啊，我搁有伫阮兜，因为阮门无关嘛，啊，搁有迄门缝，啊，困醒的时阵就看到有一个人为迄边行过。有什么跟无？巡守。镰刀呢？唔知，因为伊讲，我一问老师，伊是讲，伊讲我缘投，
然后那我老师讲北菜，大相信。来这人吼，咱这人吼，老师你安尼讲，我讲我引导，我说老师讲这句头前的拢唔免相信啊。对啊。无啦，伊讲我来问你是因想要甲我结婚，嘿，哎呦，你结婚？啊伊哎呦，解决未？要不伊即马搁伫，第都位？因为这前几个月的代志，嘿啊，安尼祝福你啊，祝福你。嘿啊，啊老师讲不要紧，容易订婚哦。嘿啊，哎呦呀！恭喜！有你，传互你啊，传努力。你两边再给你处理。麻烦你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瓜雅欣。官还是瓜歌若是哦，你真就是黑白，歌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嘿，歌啊，欣敢对，老师。兴哦，兴兴嘿，瓜雅兴，哦，瓜雅兴欣。啦，歌那样，阿兴啊，我是台北人。嗯哼，我上爱食物件，好食的物件。我细汉的时阵想要唱歌，做一个歌手，毋过失败啊。失败啊！失败。失败啊！这是失败，失败啦，唔该失败啦。毋过被当。你有吃过树皮吗？无，毋过我转去，邓去邓去，我给你做一个倒头来给你翻吧。转去，我后来去去演戏，哦，嘿，做演演员。迄个纸嘛。你哪讲啦吼？啊，咱再用一个口啊吼。希望迄个听有朋友看用笔的开始。我细汉的时阵爱唱，介意唱歌，毋过袂使。我18岁了后，我去迄个演戏，嘿，演戏了后，毋过我袂晓讲台语，所以我的公司的人就讲啊，讲几句的。恭喜的啦，恭喜啦！讲死的人啊！公司的人本来想要，互我去演迄个台语的嘿，哦，抓嘛，抓嘛，戏，毋过我袂晓讲台语，所以你即摆是什么为主？即马是，钓鱼啊？毋是，我惊板书即马是做迄个板书地波，地波，哦，地波，网络的地波，即摆真流行的啦吼。地波，嘿，地波。卖物件，毋哦，直是播，哦，主持人迄个节目。主持人。主持人，嘿，节目食物件啊，讲一个好介绍好食的物件，唱歌安尼。生理好无？偌济人咧甲你几千万，唔知看？呢唔，知吼。应该足济，我嘛唔知。好啦，希望你成功啦嘿。好，多谢安。尼台语也加学挂吼。好，好，因为你拄啊讲到你模仿嘛吼。嘿，像瓜皮，台北市场。哦大家好啦，我是台北市长瓜皮哦。无啦，我就是安尼啦，因为最近哦，网仔足济啦，所以我教大家避免登革热啦，就是你甲迄黄文义啦，你喷伫个手掌心啦，会当创啊，会当避免哦，网仔叮手中啊。啊，若一个网仔若是叮手中哦，你那嘛免烦恼啦，你甲网仔安尼抓住啦，把蚊子咬啦，咬蚊子。安尼顶手中啊咬蚊子啊，不是啊，安尼网啊就死去啊，我就是安尼。这够像。够像郑弘仪，郑弘仪，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啊，我是郑弘仪吼，欢迎收看今日的吼这大话新闻吼今日真欢喜，咱欢迎民众 call in 吼call in，口音。第一通电话吼是咱的吼曹希平曹大哥吼。哇，
丑八怪，丑死了！你不想看到我，我更讨厌看到你。丑八怪，你长那么丑，我去百货公司，你连杂货店都不如。丑八怪。哦，第二通电话哦是康康吼。大家好，我是康康，我足够模仿的。牛叫，马叫，鸡叫，叫鸡喂，那真伤贵有较少。哎，这有一个各人作业，各人担。我跟你讲，嘿是，你都要模仿的吼嘿，无一个成。哎呦喂啊！伊就是无想考但是不要紧，嘿是，教艺人做艺人就是要大胆。是，要管他你有成无成，我就是硬要甲做落去。对哦，总机会来把握掉，嘿啊，嘿好无？好，没问题，我会更加拍拼，嘿，更加努力。来考验大家台语的程度。什么叫做颠倒病的？颠倒病，像我国语、台语是颠倒病的，两字是颠倒病的。比如讲，我说台风风台，你会甲你讲，会甲你想吗？会想吗？好来，预备，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开花会开花，花开开花，袂歹。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光亮亮光，光亮亮光，光亮亮，这亮光是咧形无容。讲啦，这袂使啦。好，我啦，加油！过来，我讲欢喜欢，袂得，唔是啊，喜欢欢喜。就对了嘛。我说颠倒词啊。我说祖妈，你说妈祖，我妈祖，我讲祖妈，你讲妈不是？我是林总。周嘛，干嘛够差我这？祖妈，我讲力气溃烂。力气我刚才在中风啊！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长久孤等，水长久孤等，厉害哦，厉害哦，有偷看。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卡手手脚，卡手国语先。哦，手脚，我讲手脚卡手。我说颠倒词啊。我讲气口溃靠，气口溃靠。对啊，口气口气啊，溃靠，口气啊。口气。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口气溃靠，口气溃靠。对。口气溃靠，来。我说颠倒词啊。我讲红毛毛红，哦，仿冒蒙红毛，我讲仿冒蒙红毛，虾米？你的空蒙啊。毛红，我说颠倒词啊。我讲红毛仿冒红毛，对不起，你得会仿冒啊，两倒变。仿冒毛红，仿冒，我讲仿冒毛红。我说颠倒词啊。我说酸臭噪声，酸臭。会使哦，臭声是台语词吧？酸臭噪声。华语词酸臭嘛会使啊。会使哦，会使哦。哦，贵。哇！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健康空给。健康，我说康健健康。健康空间，安是安对吧？对啊，祝你留空间啊！留空间，健康空间，空间，免比啊！哦，好，空间。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健康空间。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内心心内。注意，我说颠倒词啊！我讲日历历代。你来，哪里啦？日历啦，日历啦。我说颠倒词啊！我讲日历啦历。我说颠倒词啊！你讲过，我要丢你就是来我。
我讲喜欢欢喜。我讲过，讲过。讲过啊，讲过啊。我讲底下下底。底下都下底。我说我讲底下。下底啦，底下豆片。下底。下底。哎对。哦，对，有没有？哦，会会有没有难问题啊？呢。极限化鬼，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出外外出。外出豆饼豆饼我讲外出外出外讲。我讲我来讲无共款。外出外，我讲外出。我讲我讲出外外出外出出外。我讲外出出外。你敢没给他顺呢？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外出出外出外。对啊，就对啊嘛。我讲外出出外。我说颠倒词啊。卖问我啦吼。我这句啦。问伊啦。你我刚才问你。问伊啦。问伊啦。我说颠倒词啊。我讲收买买收。好。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提钱互你，爱你帮我迄个这代做代志。没收。没收。我给你收，我给你买收，收买，收买，收买。收买你，对吧？收买。我说颠倒词啊。我说心软能心。对，我说颠倒词啊。我无啊，我讲，我真正无啊，歹势。我想到一个，我说颠倒词啊。我讲的啦。你讲。我说颠倒词啊。告密别讲。我说颠倒词啊，热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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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热闹，闹力。我说颠倒词啊。闹力。我讲。你来阮兜，你来阮兜。相互。好凶。会使哦。相互好凶，是哦。我说颠倒词啊。限制限制底限。啊？限制啊。底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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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我老瓜就紧张就紧张。真的老寒嘞。规身躯寒。就恐怖。哎呀，真恐怖。刺激。吹别人啦，莫吹我啦。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偏私书偏。哎，偏私书偏。我说颠倒词啊。我讲尺寸寸球。哎，尺寸寸球。尺寸寸球哦，尺寸寸球。我说颠倒词啊。我讲感情。No， 我讲情感，感情。对。我说颠倒词啊。逃脱脱脱得。最后一个我说颠倒词啊。我讲为白。我啊，重来，again。被英语啊。我讲围墙，壁围。围墙那壁围。壁围唔是安尼讲。墙围。为什么唔是壁咧？为什么唔是壁？啊，都电豆饼啊。哎呀，客人。人客啊。建议简单的代志。芹菜芹。无讲。来，我说你去小弟讲了。这个阿鹏呢，甲一个阿婉，两个人呢是大学足好的好朋友。啊，毋过出社会了后呢，两个人足久拢无联络啊。即天啊，足无简单，才敲出一个时间，要来见面，要来食饭。因两个人吼，拢要带因新交的足水的女朋友来食饭，甲你等一下。想袂到所发生，互因料想袂到的代志。
啊，哎我啦，哎，哇，足久无看你最近啊啦。哇，袂歹啊！鹏诶，我看你嘛袂歹吼，哇，交一个女朋友安尼，遮尔水，身材阁遮尔好，哦，你厉害。其实嘛，马马虎虎嘛，你是什么叫做马马虎虎？就是马马虎虎啦。马马虎，对，差不多尔啦。你的女朋友较水吧？哦，真的哦，哦，你讲你哦。当然咯。你敢是迄个有够赞高中迄个林祖莹？你哪会知？哎呦，哦，你嘛读迄间哦？系啦，我甲你讲，你哪会安尼？你我安怎细汉的时阵生甲歹歹，毋过今嘛18岁啊，生甲足水的呢。baby 啊，迄个18岁已经48啊，你看袂到。歹势啦，我毋知啦。哎呦，阿鹏诶嘛是甲以前共我最爱讲生笑的，你讲吗？原来安尼大家安尼，哇，以前拢熟悉呢吼，哇，安尼袂歹啦。安尼好，安尼确实是算安尼哇，这有缘安尼潜力过来上。嘿啦，今仔日好啦，拢算我的，拢算你的。我尽量好不好？这大好哦。哎，你敢好？不要紧，不好意思。真歹势呢。袂啦袂啦。哎，人客，这问一下需要啥物服务无？我要点菜啦，有啥物会当推荐的无？我就是遮的中破菜。啊，要哎，是。对。你看我的身材就知啊。看起来就好我遮的食鸡卵糕一定最好食，因为我是对法国留学转来。法国系。哎，对一间有无？拿大鸡卵糕，好笑啊！学医，学定的，吼。阮都是现点现做，保证好食到你的大吉啦！哦，大概听袂讲啥啦，伊是讲食了鹅个大吉，大吉啦！我来讲我个大吉啦！拄啊好，好，我来甲来这间店就对啊，吼，阮女朋友啦，吼，你看这个吼，安尼敢若香菇的，足高级的，我叫金针啦，吼，金针菇吼，我女朋友上爱食迄个，伊拢讲迄什么会起死的鸡卵糕啦。去，你是讲 cheese， 嘿啦，天哪，安尼真好吼！啊，我来看卖啊吼，安尼好啊，安尼我帮点迄个吼天数千顶起死的鸡卵糕。哦，你要点咩 Angel Flag Le Chant 咧？对，对呀。Angel Flag Le Chant，对。天哪，心肝的，我就知影你最了解我的。哎呀，啥嘞？嘿，迄个碰碰你是要食啥哈？吼，遮济款我都就是要食的咧。安尼吼，会使会总来无？鸡屎会上中来无？要食鸡仔哦。阮女朋友咧讲话我听有就好啊，你免烦你啊济，安尼啦，你欢喜就好啊，吼。OK，头家总来。我即马车总破塞，马上做出来送出来，好，大家食。好。哎，啊，恁哪讲小等我者吼。好。哎呦，来，哈，碰过安怎？人客安怎？你会知我姓彭哦？哎呦，人客，我拄则有听到你咧讲话啊。我该请教一下。嘿，是。拄则安尼点一堆啊，点遐尔济项啊，拢总爱我这钱。啊，这你放心啦，因为吼，恁是第一摆来，所以算你较俗啦。拢总我算看卖啊，算出来啊，拢总啊，只要54387块，安尼就好。你这是乌店啊？无啦，那足贵。法国转来的啊，迄总部师最厉害的，最有名的啊。夭寿咯，已经算较俗的啦，吼。我去准备，好。哎，阿鹏啊，你眼光真好，哦，好食到要死。是讲迄个我啦，这久无看，你敢无要结婚，无来出去结婚呢？我结婚啦。无就不来，该婚。哦，安怎样？有话甲你讲一下呢。好势。真久无看吼。嘿啊，真久无看，哇，你生意都真大哦，我咱等下都亲的哦。这鸡卵糕袂俗呢。哇！你互你请这顿哇，感谢啦，感谢。其实你了解我无趁遐济啦，无趁遐济，这吃了我拍足久的。你拍足久？嘿啊，我拄则去问迄个服务生啦，讲迄鸡卵糕要收5万我。哎呦，5万？啊，真的5万？嘿啊，
我遮贵哦，我安尼食好，我等伊去加食贵。不，我该参详者讲，你下面出一半无，好不？恁女朋友食个像话，你出一半应该差不多吧？来，朋友一场，一句话，倒袂到。哎，你大家朋友做到我这点，无要甲斗骹手啊？无啦，我来讲，咱细汉的时候，你做学生的时阵，哦，你考试对无？啊，我要甲你借来抄，你若无爱帮我的忙啊，对无？你即马是要变故小就对啦。来，要变故乡，来，你来嘛，你今仔日咱大家足久无见面，不是安尼讲嘛？迄个物件是啊，无啦，无要讲爱心嘛。发生什么代志啦？无，来，大家吼来做一个公亲的吼，因为吼，等下我背一下，因为吼，伊既然吼叫我付一半迄加2个月钱，伊明个讲伊要请，对无？啊，即马咧安尼反悔嘿。我叫你莫讲出，你真正发生。你唔通安尼啦，卖冤家啦吼！你一个无毛加有毛，啊你无钱你加好去啊！哦，恁两个真正是相拍无过参看啦。相拍无过参看，还佫有一句俗语咧，请看。拄啊点遐加2个哦，夭寿的服务生甲讲5万外箍啦。5万外箍咯？嘿啊，夭寿哦，遮尔贵哦。嘿啊。哦，安尼好，我等伊去加10几岁。你讲诶。我甲你叫来遮，就是讲我一日下甲倒出一半，恁女朋友食甲遮欢喜，你出一半无过分敢？好哦，安尼朋友一场一句话，倒袂到。你即摆真无要甲打就对了。进前考试吼，我要甲你借来厂里嘛，无我抄啊，对无？哎呦，你即摆是要变故小就对了。变个变来，加什么话啦？无收无无。较早是你家己无爱读书，是我来讲你。对，是啊，兄弟啊，来，各位做一个公亲的吼，因为伊讲吼叫我付一半加2个月钱，啊明明讲要请客，吼，讲伊要请，啊即摆咧反悔，嘿。哦，你这个我叫你莫讲出，你叫你。你呐，辛苦诶，你竟然是毛毛诶，你个狗骗个遮尔济毛，你个地连顶管，你个我骗，我要喊你切啊！注意，你卖冤家，好，你两个一个无毛加有毛，一个无钱加有钱，你两个真正是相争做去食头啦！哇，来哦，这个情形有2句俗语都要伫咧形容，相拍无过残花这句，来，感觉这句对人举手。无过残花，无人要举手，无人要举手。好，恁两三个查甫，好，你记好，咧？拢查甫的，好，查甫拢跟查查甫过这边，查甫的拢有相拍无过残花。我是想讲，因为吼，就2个人可能要过长啦，啊，但是要过去，但是小拍，啊，拍就无法度过去啊，因为拍就受伤，啊就倒伫遐，啊就无法度过去啊。哦，应该是安尼啦。你讲的是废话。你讲的是无证据啦。所以恁这边又是小正做乞食头。对，是安怎？卖冤家。原来这简单哦。卖冤家，你就会中钱的。对。那很记你就少有钱，这是什么解释我听无？去食就无钱啊！因两个搁咧伤济做去食的头，伊就久笑比无尾，因为两个都无钱啊！我感觉查某囡仔去做较厉害。没有啊！来啦！来，老师对一边就请。讲到这相拍无过残花，咱先来介绍一个叫相放盘，因为以前农业时期吼，相放盘。我种这田哦，一区足大区的，我若要一个豆收吼，毋知收到当时。啊，大家拢会来，规田头的人哦，大家做伙来收。所以尾后一个事叫挂猪仔饭。
挂吊饭就是安尼啦，因为大家人家己斗3工嘛，所以恁兜若有鸡，你就抬鸡，啊有你就煎菜脯卵，今仔收恁即区，暗暝再收阮迄区，所以迄是早农村社会真好的烧放盘。是因为大家感情足好啊，有时拄着代志要冤家时阵吼，拢你住遐，我住遐，拢用喙齿喙咧大细声亮尔啦。所以就算安那感情搁较歹，绝对袂相拍吼，袂跳过田湾，甲喙齿喙尔。所以变成两个差不多啦。一个1斤，一个12两，安尼差不多。另外吼，烧煎做去食头解释了差不多啦吼。因为讲实在，去食本来就较散车啦，无啥物好谈的啊。为着点仔利用吼。就为着要冤家烧麦，大家要烧煎做去食头，所以有一句话讲，为着三块豆干跳过刀安尼啦。啊，三块豆干就当个起配面哦，所以讲见利忘义啦。所以若讲照规个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无毛加有毛，一个是无钱加有钱，应该是相拍无过田湾，差不多啦。这无奖品啦，无奖品啊，无奖品，嘛无奖金啦，嘛无奖金嘿。你个鸡卵讲会当互你食。哦，袂歹啊，嘛是袂。又对又唔对无关系吼，了解这两句意思就好啊。系啊，拍破过嚟。吟诗作文真趣味，拄好讲到迄个去食烧煎做去食头，这首拄好甲去食小可有关系。多个，头前就去食兄哈。我看是简单啊啦。应该呐班长。是。哎呦，你身为班长这么久啊，才来去探到。讲卡称。足紧就咧毕业。我啦。去食兄头毛碰，穿破衫扑龙宫，手提破碗结戆戆。去食兄爱放荡，唔趁食四界庄，甘愿一世人流浪。哎呦，中在，老师啊，你甲迄囝有效啦，你甲实力吼，咱甲逼出来啊。但是我是感觉这真有较简单。伊水准安尼就袂歹啊。感谢碰过嘿，还是要加旋律落去。免我有这少年来先去讲。来，你。哎呦喂啊！去食兄头毛碰，穿破衫扑龙宫，手提破碗加戆戆。去食兄爱放荡，唔趁食四界床，甘愿一世人流浪。是啥物叫做鸡戆戆？鸡戆戆应该是。结戆戆哦，戆人啊，戆戆，结戆戆啦，结戆戆，去食提破碗。我拄则讲啥？叫戆戆啊，安尼有无？要死去分钱嘛？叫个戆呆安尼啦。嘿，敢若无心无神啊，安尼有无？叫戆戆，毋只会引起人的同情，毋只人会分钱互伊。安尼有了解袂？哎，你了解？真正了解。我真正了解。好，你解说一遍。就是讲哦，迄去食的伊阿兄，头毛就碰伊阿兄，去食兄，去食兄是一个人尔，毋是因阿兄。去食兄，哦兄哦，知影。诶，穿破衫，因为伊个衫就破破。了解这阮知嘿，普龙宫啊，这人就普龙宫诶，做代志普龙宫。伊手就摕破碗，啊就加公诶，啊去食兄哦，就爱放动啊。出去佚佗啊！啊，无爱食物件，无爱食物件，无爱食物件，对，无趁食，唔趁食，唔趁食，唔是无爱食物件。哦，无法度食物件，唔是啦，无钱食物件，你是破病哦。无爱趁，无爱去做事啊，无爱去趁钱啦。哦，好卡好去，无去做代志。啊，四个从，就是哦对啊，伊就甘愿一世人流浪。是，哦，甘愿一趟流浪。啊，拢了解啊吼。完全了解。你昨天你是听有无啦？听有小看。背弦。好，按我你家乡对白啦，好，大家拢起来。来，卡落去来，背来，开始。去食兄头毛碰，穿破衫扑龙宫，手提破碗结戆戆。去食兄爱放荡，唔趁食四界庄。甘愿一世人流浪，千万唔通做去食兄，感谢大家，以后再继续收看《画山画水画面咯》。
今日真欢喜学到一个我最介意的，就是一只狗跋伫个狗啊，一只狗看到狗跋伫个狗啊，狗摕狗啊，甲狗搞起来，但是毋知是狗，还是狗。所以呢，我真欢喜有学到物件，希望个后摆各位当再来遮学台语，感谢，谢谢。今日我足欢喜来到遮，毋过我台语真正是足烂的，台语是小可足困难的，毋过吼，我会转去学台语较紧的，希望大家毋通计较，我会当未来的会当演迄落台语的drama。